你知唔知點解身邊總有啲人明年紀大過你，但睇落去偏偏後生過你一大截？唔單止塊面冇乜皺紋，精神仲好似失咗電膽，反應快，行路有風，成個人散發住後生仔嘅活力。你又有冇問過自己？大家成日講嘅人老珠黃、記性差、周身骨痛，呢啲所謂嘅衰老症狀，係咪真係一條不歸路？定係我哋一直以來都用錯晒方法去對待自己嘅身體？好多人以為衰老係由第一條嘅白頭髮、第一條嘅魚尾紋開始，或者係由發覺自己行兩步就索晒氣、體力大不如前開始。但係大家未必知道，真正決定你整個人老唔老嘅核心起點，其實係喺你嘅腦殼入面。更令人意想不到嘅係，50歲根本唔係人生行下坡路嘅起點，相反，佢係你一世人入面保養身體、預防衰老最黃金、最關鍵嘅對決窗口期。如果錯過咗呢個黃金10年，等到60歲先至諗住買補品、做運動去補救，到時要付出嘅代價同難度就會呈幾何級數彈飆升。呢個震撼嘅觀點來自日本精神醫學界嘅泰斗級名醫和田秀樹博士，佢做咗幾十年臨床工作，親手診治過無數個中老年病人。佢將自己幾十年嚟累積嘅醫學實踐、臨床案例，加上最前沿嘅腦科學研究，濃縮成一本震撼日本社會嘅著作，叫做《預防衰老：從50歲開始》。呢本書絕對唔係嗰啲叫你保持心境開朗嘅心靈雞湯，而係一本實打實有醫學根據嘅抗衰老實戰指南。今日我就同大家深度拆解呢本書嘅精髓，幫大家將佢轉化成一張行得出、做得到嘅抗衰老實戰地圖。我哋先嚟講講衰老嘅核心原理。好多香港人對衰老有一個好大嘅誤解，覺得人老咗，身體零件自然會磨損，好似一架行咗幾十萬公里嘅的士擔，自然會生鏽、漏油、夠鐘報廢。但係和田博士話俾我哋聽，人體唔係一件死物，而係一個極度精密嘅生態系統。而呢個系統嘅最高決策人、總指揮部，正正就係你嘅腦袋。你可以將大腦想象成一間上市公司嘅行政總裁。呢個大腦行政總裁每日負責調配全身嘅資源，下達各種生理指令，協調各個部門運作。當呢個總裁開始懶散，對世界失去興趣，停止思考嘅時候，成間公司就算硬件再好，都必定會走向混亂同崩潰。你皮膚鬆弛，只係前台接待員嘅形象變差咗；你體力下降，只係營業部嘅業績跌咗少少。但真正嘅危機係出喺頂層嘅決策大腦。所以喺50歲之後，保持大腦活躍，比你用幾多錢去買護膚品、去美容院做醫美，仲要足足100倍。你花幾萬蚊搽最貴嘅面霜，但如果腦袋已經開始退化、停止運作，你成個人呈現出嚟嘅神態、眼神同姿態，一樣會顯得老態龍鍾。呢個就好比你將一架老爺車噴上最靚、最閃嘅油漆，但係引擎裏面嘅機油已經乾涸，零件已經磨損晒。呢架車仲可以行得幾遠？但大腦究竟係點樣一步步走向衰老嘅呢？和田博士喺書入面歸納出3個最致命嘅原因，每一個都同我哋香港人嘅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第一個原因係生活模式極度單一，大腦失去刺激。你試諗下，當我哋10幾20歲嘅時候，每日都接觸緊新世界，返學要記新知識，考入大學，出社會打拼，要解決無數棘手嘅工作難題，拍拖又要估下對方諗緊乜。呢啲過程全部都喺度強力刺激緊大腦神經元嘅連結，但係去到50歲打後，好多人嘅生活基本上已經定晒型，每日行同一條路，返工返屋企，去同一個街市買同一隻韓，茶餐廳永遠點同一款 A 餐，見同一班老友，吹水話題永遠圍繞住想當初或者仔女買樓。大腦其實同肌肉一模一樣，係用進廢退嘅。當你嘅生活失去咗所有新鮮感同挑戰性，大腦唔再需要動腦筋去適應新事物，大腦神經元就會開始大面積萎縮。第二個原因係社交圈子嚴重萎縮，好多人年紀大咗就越來越怕麻煩，唔想應酬，社交圈子縮到得返屋企人。書入面特別警告，長期處於被動嘅社交隔離狀態，或者持續感到孤獨，對大腦嘅傷害遠比我哋想象中恐怖。人類天生就係群居動物。我們大腦裏面有非常大嘅一塊區域，係專門用嚟處理人際關係、閱讀人面部表情、解讀語氣同情感嘅。當你唔再需要頻繁同人交流，甚至成日自閉喺屋企，呢部分嘅腦區就會因為無所事事而慢慢退化。呢個亦都係點解好多人一退休，少咗同人接觸，認知障礙症狀就會突然浮現嘅主因。
第三個原因係情緒失控與認知退化嘅惡性循環。50歲之後，你可能會發覺自己或者身邊嘅人脾氣開始變得越來越固執，容易焦慮，容易為咗一啲芝麻綠豆嘅小事而大發雷霆，甚至對所有嘢都提唔起勁，變得悲觀。好多人以為呢個係年紀大、脾氣臭嘅性格問題，但其實呢個係大腦額葉功能退化嘅外在表現。大腦負責控制情緒嘅中樞，同負責思考、記憶嘅認知中樞係緊密相連、互相影響嘅。當你無法管理好情緒，任由焦慮同抑鬱侵蝕自己，你嘅大腦退化速度就會成倍加快。既然大腦係抗衰老嘅核心，我哋應該點樣保護佢呢？和田博士提出咗3個極之實用，每個人喺屋企都做到嘅大腦鍛煉法。第一係每日進行10分鐘大腦資訊整理，呢個方法非常簡單。每日瞓覺前花大約10分鐘時間，攞張紙出嚟，或者喺腦海裏面好似放電影彈，回想下今日發生過咩事，自己去過邊度，學到啲咩新資訊，有咩特別嘅感受同諗法。呢個主動回憶同整理嘅過程，會強迫你嘅大腦將短期記憶轉化為長期記憶，就等於幫大腦神經進行一次高質量嘅阻力訓練。第二係主動挑戰輕微不舒服嘅新技能。請注意，呢度講嘅挑戰新技能，唔係要你喺50歲嘅時候去讀一個天文物理學博士，而係去學一啲對你來講全新，但有少少挑戰性嘅嘢。例如，你可以去社區中心報讀一個未試過嘅手藝課程，學彈一首流行曲，甚至只係去網上有個未煮過嘅泰國菜食譜，自己買材料跟住煮一次。重點係要令大腦產生一種，咦，呢樣嘢我未做過，我要專注去諗點做嘅輕微不舒服感。如果你永遠只做自己駕輕就熟嘅事，大腦就會一直處於自動導航嘅睡眠模式，慢慢生鏽。第三係建立高質量嘅深度社交，呢度強調嘅唔係要你每日好似公關談去結識幾十個新朋友，亦唔係要去酒局無意義地吹水，而是要同人有深度嘅交流。同人傾偈嘅時候，試下多啲專注聆聽，思考對方講嘢嘅邏輯，然後俾出有建設性嘅回應。一場有來有往、有思想碰撞嘅對話，本身就係大腦最頂級嘅全方位認知訓練。除咗大腦之外，書入面另一個最令人震撼，亦係最容易被普通人忽略嘅抗衰老關鍵，就係荷爾蒙。好多50歲打後嘅朋友，成日會覺得無端端好攰，瞓得唔好，心情無緣無故好低落，體重無端端飆升，或者脾氣突然好暴躁。好多人，特別係我哋香港人，好鍾意將呢啲情況歸咎於最近工作壓力大，老咗係淡啦，或者更年期心煩。但和田博士話俾我哋聽，呢啲現象背後最本質嘅原因係你體內嘅荷爾蒙水平出現咗雪崩式嘅轉變。你可以將荷爾蒙想象成身體裏面一班極度高效嘅速遞員，佢哋每日奔波於血管入面，將大腦嘅重要指令同各種營養準確送到全身各個器官。去到50歲之後，呢班速遞員嘅人數開始急劇減少，佢哋行路嘅速度變慢，甚至有時會將包裹送錯地方。結果你嘅身體運作效率就會大打折扣，出現各種慢性發炎同衰老症狀。書入面提出嚟一個好有趣但又好真實嘅現象，叫做退休後荷爾蒙失調症候群。好多香港人一世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捱到50幾、60歲退休，本來以為可以享清福，點知一退休唔使返工，身體反而好似冧當啖，周身骨痛，呢度唔舒服，嗰度唔舒服，甚至好快就患上大病。點解會淡？因為份工雖然辛苦，雖然有壓力，但它同時帶俾你規律嘅作息，每日出門行路嘅運動量，同同事交流嘅社交刺激，以及工作完成後嘅成就感。呢啲刺激其實一直默默支撐住你體內荷爾蒙嘅分泌。當你突然退休，生活完全失去重心，每日由朝到晚坐喺梳化睇電視，荷爾蒙系統就會因為失去外部刺激而徹底癱瘓，身體自然就會全面崩潰。呢個就好比你將一架習慣咗喺高速公路飛馳嘅跑車，突然駛入一個泥濘嘅爛路，雖然引擎冇變，但因為路況完全唔同，成架車好快就會散晒。要穩住體內嘅荷爾蒙，和田博士俾出咗4個極具建設性嘅生活干預方案。第一係進行高質量嘅有效日曬。維他命 D 對於維持體內多種荷爾蒙，特別是同情緒、骨骼健康相關嘅荷爾蒙嘅平衡，起着至關重要嘅作用。而人體合成維他命 D 最安全、最直接嘅方法就係曬太陽。建議大家唔需要喺正午時分去暴曬，可以選擇上午9點前或者下午4點後。呢啲陽光比較溫和，紫外光冇咁強烈嘅時段，
着短袖衫、短褲，露出四肢嘅皮膚，去公園或者街上散步，每日曬大約15至20分鐘就已經好充足。具體時間大家可以因應季節、當日嘅陽光強度同自己嘅皮膚狀況嚟微調。最緊要係唔好隔住玻璃曬，因為玻璃會阻隔咗合成本要素嘅紫外光，淡樣曬係完全冇效果嘅。第二係進行對關節友善嘅適度運動。50歲之後絕對唔建議大家去逞強，做一啲高強度、對關節衝擊力極大嘅劇烈運動。相反，和田博士強烈推薦行路、游水、太極呢類溫和嘅低衝擊大氧運動。呢啲運動門檻低、安全性高，唔容易受傷。書入面建議每日保持行路大約40分鐘。呢個運動量既可以有效刺激體內生長荷爾蒙同快樂荷爾蒙、血清素嘅分泌，又唔會對你嘅膝關節同心血管造成過度嘅負擔。第三係調整飲食結構，實行低糖、高優質脂肪。好多香港人早餐一碟乾炒牛河，晏晝一碟叉燒飯，夜晚2大碗白飯，攝取咗大量嘅精緻澱粉質。長期食高糖、高精緻碳水化合物嘅食物，會令胰島素頻繁暴升，進而打亂體內成個荷爾蒙系統嘅平衡。50歲打後，我哋應該主動多啲食含有豐富 Omega-3 脂肪酸嘅食物，例如深海魚、三文魚、叉魚等，並且嚴格控制白飯、白麵包、意粉同含糖嘢食嘅攝取。喺呢度，我要作一個重中之重嘅溫馨提示，我必須要好嚴肅地提醒大家。和田博士喺書入面強調，日常調理方法絕對不等於醫學治療。如果你已經出現咗好嚴重嘅更年期症狀、長期失眠或者嚴重嘅情緒障礙，呢個時候你最需要做嘅係立刻去專業嘅醫生進行全面檢查。呢啲日常生活嘅調整係幫你打好底子嘅日常保養工具，千萬不能夠用嚟代替正規嘅醫療診治。和田博士喺書入面有一個觀點，我覺得非常之震撼。佢話去到50歲，你需要做嘅唔係對現有嘅生活小修小補，而係要對你嘅整個生活系統進行一次底層邏輯嘅重新設計。點解？因為我哋50歲之前嘅生活模式，基本上全都是圍繞住工作同家庭責任來建立嘅。你幾點投奔柴米油鹽？你嘅社交對象係邊個？你嘅人生目標，全部都有外部力量幫你設定好。但係去到50歲之後，工作嘅比重會慢慢下降，仔女亦都會陸續成家立室。如果你唔主動去建立一個全新嘅生活支撐系統，你整個人就會瞬間陷入一種極度虛無、失去目標嘅狀態。這種精神上嘅真空，對身體同大腦嘅傷害，遠比任何病菌都要致命。要重建生活，我哋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去着手。首先是重塑時間結構。50歲之後，最可怕嘅唔係忙，而係你突然擁有大量嘅空閒時間，卻完全唔知攞嚟做乜。和田博士建議，即使退休，都要幫自己制定一張大方向嘅每日時間表，唔需要好似反攻彈精準到每分鐘，但起碼要有個框架。朝早做咩運動，下晝去邊度行街或者學習，夜晚留俾自己同屋企人。當生活有咗框架，身體嘅生理鐘自然就會形成規律，荷爾蒙系統就會跟住穩定落嚟。其次是尋找微小但具體嘅目標。人一旦失去目標，架船就會喺茫茫大海裏面打轉，好快失去生命力。呢度講嘅目標唔需要好偉大，你可以將目標設定為今年之內我要學識由自由式，每個月讀完2本書，或者每星期主動約一個舊同事出嚟飲茶。只要有一個具體嘅方向，你每日朝早睜開眼就會有一個我想起床嘅原動力。再者是主動構建社交安全網。50歲之後，千祈唔好等住人哋嚟喺你，大家都有自己嘅生活。如果你主動退縮，圈子只會越來越細。我哋要主動出擊，去報讀長者大學，參加社區嘅義工服務，或者加入自己有興趣嘅興趣小組。呢啲主動同社會建立嘅連結，會為你提供持續嘅大腦刺激同最強大嘅心靈後盾。和田博士喺臨床上見過無數個老年案例。佢發現那些70、80歲依然精神抖擻、行路有風、思路清晰嘅老人家，身上都有一個共同嘅特徵，佢哋從來都唔會幫自己嘅人生設限，亦從來唔會認命。反觀好多50歲左右嘅人，一遇到忘記拎鎖匙、上落樓梯唔夠氣，或者學新手機 APP 慢咗少少，就會即刻嘆氣話：唉，老啦，記性唔好啦，唔中用啦。一旦你接受咗我老啦、我不行啦呢個心理設定，你嘅大腦同身體就會立刻接收到指令，開始加速退化。呢個喺心理學上叫做自我實現嘅預言。你相信自己會變成點樣，你最終就真係會變成點樣。那些活得年輕嘅人唔會將老掛喺嘴邊，佢哋唔會話我年紀大學唔入腦，亦唔會話我老啦唔想喐。佢哋對新事物依然充滿好奇。
對自己依然有要求。和田博士指出，50歲之後最重要嘅係要擁有成長型思維。所謂固定型思維係指認為身體同大腦嘅能力隨着年齡必然衰退，無可挽救。佢哋嘅典型內心對白通常是：我都幾十歲人啦，學呢啲新科技做咩啊？記都記唔住，費事出醜啦。而成長型思維則是相信，雖然生理機能會變慢，但透過持續嘅鍛煉同適應，依然可以學到新嘢，保持活力。擁有這種思維嘅人會同自己講：雖然我依家記性冇後生仔咁快，但只要我花多1倍時間，用啱方法，我一樣可以學識。只要你將注意力放喺我依家仲做到啲咩，而唔係我依家做唔到啲咩上面，你就會驚訝地發現，原來自己嘅人生即使過咗50歲，依然充滿着無限嘅可能。講咗咁多理論，如果冇實際行動，一切都只係空談。我幫大家將書入面最精華嘅建議整理成可以直接跟住做嘅抗衰老日常清單，大家可以即刻跟住實踐。在飲食方面，我們要注重高營養與穩定血糖，每餐都要有優質蛋白質，例如三文魚、雞蛋、豆腐、雞胸肉，多食西蘭花、菠菜等深綠色蔬菜，以及藍莓、士多啤梨等莓果類，盡量減少食白飯、白麵包、即食麵、奶茶同各類港式甜品，避免血糖大幅波動。主食多用橄欖油，每日食適量嘅原味堅果，每日飲足夠嘅溫水，保持身體代謝運作。在運動方面，我們要進行安全帶氧與肌肉維持，每日保持30分鐘至40分鐘嘅低強度帶氧運動，如去公園、快步走、踩單車、游水，每星期做2至3次簡單嘅抗阻訓練。唔需要專登去健身房，喺屋企扶住牆做掌上壓或者做徒手深蹲都可以。運動前後一定要花幾分鐘拉筋，保持關節靈活性，預防受傷。在睡眠方面，我們要建立規律作息與優質睡眠環境，不論平日定係假期，盡量喺每日嘅同一時間上床瞓覺同醒來。瞓覺前1小時一定要放低電話同平板電腦，避免藍光干擾褪黑素分泌。睡房要保持黑暗、安靜，溫度調到適度清涼。如果長期失眠，千祈唔好自己去藥房買安眠藥食，一定要睇專業醫生。在大腦與社交方面，我們要維持持續刺激與情感連結，每日花10分鐘讀書，學一個新英文生字，或者練習一下不常用嘅左手去刷牙，刺激不同嘅腦區。每星期起碼同1至2位好朋友或者屋企人進行一次有深度、有思想交流嘅長談。多參與社區活動、興趣班或者做義工，拒絕自我封閉。和田博士俾大家嘅金石良言是：改變千祈唔好急，更加唔需要一步登天。一次過想要改晒所有壞習慣嘅人，往往最後連3日都堅持唔到。你可以先揀最容易做嘅1、2樣開始，例如由今日開始，食飯時少食半碗飯，或者每日下晝去散步20分鐘。等呢個習慣融入咗你嘅生活，變成自然之後，先至再去增加下一個挑戰，循序漸進，先至係持久抗衰老嘅不二法門。最近喺香港，大家睇新聞或者茶餘飯後，都成日會討論人口老化、強積金夠唔夠用、醫療券點樣用、公立醫院排期排好耐嘅問題。但我覺得大家往往忽略咗一個最根本、最核心嘅問題：我哋到底想用一個點樣嘅身體同精神狀態去度過我哋嘅晚年生活？長命從來都唔係最終目的，活得健康、活得有尊嚴、活得有高質量，先至係我哋追求嘅終極目標。如果俾你多活10年、20年，但代價係每日都要行路盤山，要人貼身照顧，甚至神志不清，每日喺病痛同食藥之中度過。但呢段長壽嘅歲月對你嚟講究竟有咩意義？預防衰老，從50歲開始，呢本書最珍貴嘅價值就是用冷靜、客觀嘅醫學邏輯告訴我們，你老年生活嘅質素有高達80%以上，其實係完全掌控喺你自己手上嘅。而呢個掌控嘅決定權，唔係等到你60歲、70歲，身體已經百病纏身嘅時候先去諗，而係必須由50歲呢個關鍵時刻開始。50歲係一個分水嶺，此時你嘅身體依然擁有相當大嘅彈性與自我修復能力，你嘅大腦依然可以建立新嘅神經連結，你嘅壞習慣依然可以被新嘅健康習慣取代。如果你喺呢個階段建立起一套健康科學嘅生活方式，你往後嘅幾十年人生都將會享受到呢份投資帶來嘅巨大健康紅利。有啲人可能會講：哎呀，呢啲道理我3歲就聽過啦，但真係好難做到啊！和田博士喺書入面都有探討呢種知易行難嘅心理。佢話知道同做到之間確實隔着一條極之深嘅鴻溝，要跨過呢條溝，你需要的不是更深奧嘅醫學理論，而係需要一個出發點。
呢個出發點有時可能係一張令人擔憂嘅體檢報告紅字，有時可能係身邊差不多歲數嘅親朋好友突然大病，帶俾你嘅震撼，又有時可能只是某一個清晨你睡醒，望着鏡子，突然意識到自己真係開始衰老嘅那一刻。這些出發點會狠狠敲醒你，令你明白到做出改變已經唔再是一個可有可無嘅生活選擇，而係一場勢在必行嘅自救行動。但係最好的出發點永遠係喺大問題出現之前。預防永遠比治療更有效、更輕鬆，而且成本更低。依家嘅你可能仲未有嚴重嘅慢性疾病，大腦仲算清醒，體力仲容許你每日走動，呢個就正正係50歲黃金期最無價、最寶貴之處。如果你依家唔去珍惜、唔去改變，等到身體器官徹底硬化、退化，到時你要付出嘅代價、精力同金錢將會是依家嘅10倍、8倍。最後，我想同大家分享書入面一個好溫柔但好有力量嘅觀點。和田博士話，抗衰老從來都唔係要你去打一場同自然規律對抗嘅硬仗。好多人一提到抗衰老，腦海裏面就浮現出那些動輒10幾萬嘅抗衰老高科技療程，堆滿着紙嘅名貴保健品，或者是要去健身房做極度痛苦嘅重訓，甚至每日挨餓節食。但實際上，真正最高明嘅抗衰老是順應自然，與時間做好朋友。你不可能打得贏時間，但你可以同時間和解。怎樣做朋友？就是學會去尊重自己身體嘅節奏。當你攰嘅時候，俾身體充分嘅休息；當你餓嘅時候，餵給大腦同器官最乾淨、最優質嘅營養與燃料，而唔係垃圾食品。當你情緒低落嘅時候，出原因，給自己一個宣洩嘅出口。這種溫和、尊重、關愛自己嘅態度，先至係最長久、最有效嘅抗衰老方法。人生行到50歲，我哋會面對好多轉變，工作即將退休，子女展翅高飛離開身邊，父母可能年邁離世，自己嘅身體亦開始出現各種大大小小嘅毛病。這些生命嘅巨變都極容易引發深層嘅負面情緒。請記住，長期無法紓解嘅焦慮、抑鬱同憤怒是健康的隱形殺手，他們會直接干擾你嘅內分泌，削弱你嘅免疫系統，加速你大腦嘅萎縮。學會表達，學會接受，接受那些我們無法改變嘅生理規律，接受生命中嘅失去與遺憾。這不是認輸，而是幫自己騰出寶貴嘅精力和空間，專注在那些我們依家依然做得到、依然可以改變嘅事情上。你改變不了時間嘅流逝，但你絕對可以決定自己要用一個點樣精彩、健康、體面嘅姿態去度過餘下嘅人生歲月。讓我們用3句話來總結今日這本抗衰老聖經。第一句，大腦是衰老嘅最高指揮部，保護腦袋、挑戰大腦，比保養皮膚仲要100倍。第二句，50歲是預防衰老最關鍵嘅黃金對決期，此時起步，效果最好，成本最低。第三句，抗衰老不是對抗自然，而是學會與自己嘅身體和解，與時間做朋友。回到最開始嘅問題，點解有些人50歲看起來像40歲，而有些人50歲看起來已經像60歲？這人與人之間巨大嘅衰老差距，背後嘅核心從來都唔係基因嘅好壞，唔係運氣，更加唔係有冇有錢去買名貴補品，而係他們在過去嘅10年、20年裏選擇了截然不同嘅日常生活方式。那些看起來永遠保持年輕活力嘅人，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麼驚天動地嘅逆天神功，而係因為他們日復一日默默堅持做着那些看似微不足道，但實際上重如泰山嘅生活小事。每日堅持去散步40分鐘，每日讀10頁書，學一樣新嘢，每星期主動約好朋友見面傾偈，每日都對這個世界保持着一份赤子之心與好奇心。這些小事單看一日半日毫不起眼，但當你乘以10個年頭、20個年頭，他們所產生嘅複利效應，就會將你同同齡人之間徹底拉開一道無法逾越嘅健康鴻溝。如果你現在正好處於50歲左右，或者你嘅父母正處於這個年齡階段，我由衷希望今日分享嘅內容可以帶俾你一絲啟發。改變從來都不需要等到明天，由你聽完這條片的這一刻開始，就可以立刻啟動，不需要做任何大手術，由一件最微小嘅日常小事做起。今日食飯嘅時候，多夾幾件高質量嘅蛋白質與蔬菜。今日食飽飯後，落樓去公園多散步20分鐘。今日放低電話，主動打個電話，同你很久沒見嘅老朋友高質量傾下偈。這些看似微小嘅日常微光，累積起來，就是你送給未來的自己最珍貴、最無價嘅健康禮物。50歲絕對不是人生的行下坡路，相反，它是你人生下半場另一座更宏偉、更坦然、更精彩嘅大山起點。
願你喺這座全新嘅山峰之上，走得每一步都穩健，走得每一步都坦然，去欣賞屬於你自己最美嘅風景。對此，你有些什麼看法？歡迎隨時與我分享。